訓練之後肌肉唔會酸痛，係咪就等於冇效？普遍嘅觀念都會認為肌肉酸痛代表有肌肉損傷，而肌肉損傷會令肌肉適應同埋成長。但根據現有嘅科學證據，其實以上兩句都係同事實有出入。我哋就先討論第一句。根據呢份1997年嘅研究，肌肉損傷程度較細嘅組別對比起肌肉損傷程度較大嘅對照組，主觀感受到嘅肌肉酸痛反而係更多，反映肌肉酸痛同埋肌肉損傷係未必有關聯性。而近年亦都有唔少嘅研究揾到相似嘅結論。我哋就再討論第二句。而根據呢份2011年嘅研究，肌肉損傷並唔係肌肉生長嘅必要條件，肌肉嘅損傷程度同埋肌肥大同埋力量增長係唔存在必然關係。簡而言之，上面提到嘅兩句陳述都係唔準確。以我自己嚟做例子，相比起其他肌群，我嘅背肌同埋膊頭，除咗做新嘅動作，一般情況之下基本係從不酸痛，但佢哋可以話係我最發達嘅 body part。所以我嘅睇法就係，訓練之後肌肉唔會酸痛，其實唔代表訓練係冇效，酸痛嘅感覺係因人而異，大家係冇需要過度在意。